由中國大陸選大美中國，各位食貨注意啦！呢個佛山兩日團專登為鍾意尋味嘅你而設，第一朝早9點羅湖口岸或者10點深圳灣口岸集合，出發第一站就鮮攤，百年嶺南府邸私房菜必食推介脆皮糯米雞，外皮酥脆，內裏糯米香軟，仲有鎮店將軍鵝，醬汁濃郁，肉質嫩而不柴，一開始就夠晒驚喜。之後去順德博物館，感受當地文化。順德歡樂海岸、Glass 同谷水灣、清明上河圖街區一定要打卡，古色古香嘅建築，影相出嚟夠晒有 feel。夜晚嘅30年老字號正宗順德地道風味宴絕對係重頭戲，招牌燒鵝皮脆肉嫩，咬落油香4日。入住嘅佛山喜悅門酒店超正，夜晚想行街食宵夜都好方便。第二起身先嘆個酒店自助早餐，補充晒體力，之後去打卡順德飛機引擎，個個影相都話靚到冇朋友。午餐就係民國4大名宴之首泰氏家宴，必食嘅泰式鳳凰羹，配料豐富，滋味醇厚，秋冬滋補最啱。最後去葉問紀念館，深入了解迎春宗師嘅故事，感受武術文化，先至返程深圳，結束呢個充實嘅美食文化之旅。想報名就來大美中國啦，約埋班食貨朋友一齊去佛山嘆盡3大精選美食。